因為可以柏拉圖嘅，咁你可以同第二個人搞，唔同我搞啊嘛。好 ，Connie，殘酷二選一，唔俾諗，即刻答。肥仔定大隻佬？大隻佬，因為大隻佬胸肌唔用力嗰陣時係軟嘅。吓？即係你可以摸啊，揸佢啊？係啊。大波定大囉？大波，因為撈可以戰。波都可以戰㗎。可以着嗰啲褲，跟住有兩個 pad 喺度嗰啲咧，跟住戰住。冇錯，大波正。哦 OK。每食一啖肥10磅，定係喺旺角裸跑一次，永遠都咁 fit 咧？裸跑都係會入，如果唔入冊，可以遮住個樣咯。我覺得裸跑都咁，我冇紋身冇胎記，認唔到我嘅。認唔到你啊嘛？另一半精神出軌定係肉體出軌咧？精神出軌。點解咧？哦，唔係喎，死啦！肉體出軌得唔得㗎？肉體啦，因為可以柏拉圖嘅，咁你可以同第二個人搞，唔同我搞啊嘛。我可以柏拉圖，因為我係一個唔係有特別中意卜嘢嘅人，所以我可以柏拉圖。有錢但係一世都單身，定係有相愛嘅伴侶但係超窮咧？有錢但一世單身，咁我有錢可以包一堆小鮮肉。哇！你真係識玩啊！正啊！超靚仔但係得3cm，定係床上功夫好勁但係好樣衰咧？超靚仔但得3cm，咁佢冇得出軌，即係咁其他女都睇唔上佢個3cm啦，係嘛？